在临床工作中，我见过两类截然相反的患者，一类坚持多喝水、多排毒，每天3升水雷打不动，把喝水当成养生标配；另一类则几乎不碰白开水，渴了全靠奶茶、汽水凑数，平时也没觉得哪里不舒服。但你可能想不到，这两种习惯背后都可能藏着肾病的风险。更关键的是，很多人直到体检发现肾功能异常，都没意识到，其实肾脏早就通过喝水时的身体反应，向你发出过求救信号。我是隋兆清，一名专注肾脏内科的医生。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健康话题：喝水这件小事，到底怎么反映肾脏健康？很多人觉得喝水只是解渴，却不知道身体的水代谢是一套以肾脏为核心的精密系统。健康人遵循渴了才喝的自然节奏，肾脏就能自主平衡水分的摄入与排出。可一旦肾脏出了问题，喝水就会变成一面照妖镜，把潜在的健康问题全暴露出来。肾脏是个沉默的器官，没有痛觉神经，早期受损时不会喊疼，不会发烧，甚至各项指标都可能暂时正常。但它的代偿能力再强，也扛不住长期的损伤。而喝水时的异常表现，就是它最直接的求救信号。根据临床经验，只要出现以下7种情况中的任意几种，就必须提高警惕，及时排查肾功能问题。第一种异常，喝再多水还是口干舌燥，不是嘴唇起皮、喉咙发紧那种简单的干燥，而是不管喝多少温水、凉白开，口感都像没关的闹钟一样，在脑子里反复提醒。很多人会误以为是体质燥、空气干，或者是血糖高，但排除这些因素后，就该考虑肾脏的问题了。从生理机制来说，身体会根据渴感分泌抗利尿激素，这种激素能让肾脏减少水分流失，把水分锁在体内。可如果肾小管对抗利尿激素变得迟钝，失去了锁水能力，喝进去的水就像泼进沙漠，刚进入身体就顺着尿液溜走，根本存不住。这时候你不是真的缺水，而是身体留不住水，是肾脏调节水分的功能已经下降的信号。第二种异常，喝了大量的水，排尿量却极少。很多人有个误区，觉得肾病就该多尿，但临床中恰恰相反。不少肾病患者早期会出现少尿的情况，尤其是肾小球滤过功能下降时。肾脏就像身体的排水管道，肾小球是管道的入口，一旦入口变窄，水分就无法正常排出。比如你一次性喝下2升水，正常情况下身体会排出1500毫升左右的尿液，但肾功能受损时，可能只排出500毫升，剩下的水分全憋在细胞间隙和血管里。时间久了，问题就会显现。早上起床眼睑肿得像核桃，睁眼都费劲。到了晚上小腿紧绷，用手一按就是一个凹陷的坑，半天弹不回来，甚至血压会悄悄升高，总觉得头晕乎乎的。这时候你的身体不是能装水的水桶，而是变成了只进不出的蓄水池。再继续忽视，可能会加重肾脏负担。第三种异常，一喝水就尿频，夜里频繁起夜，这不是膀胱小的问题，核心是肾脏的浓缩功能出了故障。健康的肾脏能在夜间把尿液浓缩，减少排尿次数，让我们能一觉睡到天亮。但受损的肾脏就像一个漏洞百出的塞子，连最基本的水分都留不住，生成的尿液又多又稀。这就像原本能煮出浓郁咖啡的咖啡机，现在只能做出淡而无味的美式。具体表现就是白天跑厕所像打卡，不到1小时就想上，刚喝完水没几分钟就有尿意，夜里要爬起来3、4次上厕所，每次尿量还不算少，严重影响睡眠质量。很多人因为长期睡眠不足，第二天昏昏沉沉没精神，却从来没想过要去检查肾脏。第4种异常，尿液里飘出刺鼻的异味。正常的尿液几乎没有明显味道，最多有一点淡淡的氨味，而且散得很快。但如果肾功能受损，体内的尿素、肌酐等毒素无法正常排出，堆积在尿液里，就会散发出浓烈的氨味，闻起来像没冲干净的公共厕所，严重时还会有霉味，甚至是淡淡的尿毒味。我见过很多患者一开始以为是厕所没冲干净，反复开窗通风、喷空气清新剂都没用，直到出现其他症状来就诊，才发现是肾脏发出的警报。这里提醒大家，观察尿液的味道也是监测肾脏健康的一个简单方法。
第5种异常，喝水后排尿，泡沫多且久久不散。先跟大家说清楚，不是所有泡沫尿都是坏事，比如排尿速度太快、位置太高也会产生泡沫，但这种泡沫通常又大又稀疏，几分钟内就会消散。需要警惕的是，每次喝水后排尿，尿液表面都浮着一层细腻的小泡沫，密密麻麻的，过了10几分钟甚至半小时都不消散，这大概率是肾脏的滤膜出了问题。健康的肾脏滤膜就像一张精密的滤网，只允许水分子和代谢废物通过，会把血液里的蛋白质牢牢留在体内。但如果滤膜受损，像鸡蛋清一样的蛋白质就会顺着尿液漏出来，形成持续性的泡沫尿。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，排查是否有肾炎、肾病综合征等问题。第6种异常，一喝水就浮肿，尤其是眼睑和脚踝，这是典型的水分分布异常，也是肾病患者的常见症状之一。具体表现为早上起床，眼皮肿得睁不开，照镜子都认不出自己；晚上下班回家，小腿胀得紧绷绷，穿鞋子都觉得挤，袜子会勒出一圈深深的印子，用手按一下小腿或脚背，会出现一个凹陷的坑，要过好几分钟才能慢慢平复。出现这种情况，说明你喝下去的水没有正常排出体外，反而变成了皮下积液，堆积在身体组织疏松的部位。这不是肾脏不努力工作，而是它的代谢功能已经跟不上了。水进得快，出得慢，浮肿就是身体发出的溢出提醒。第7种异常，喝水后莫名觉得累，还伴有心悸、头晕，这些症状看似和喝水没关系，实则联系紧密。一旦肾功能下降，水钠代谢会出现紊乱，钾钠等电解质也会失衡，可能引发低钠血症、高钾血症等问题。这时候别说跑步运动了，可能只是喝了2杯温水就会觉得头晕眼花、心跳加速、胸口发闷，站起来的时候眼前发黑，得扶着墙缓半天，浑身提不起劲，连走路都觉得累。很多人会误以为是低血糖，赶紧吃块糖却没效果，其实是身体的水电解质平衡被彻底打破了。这种情况风险较高，一旦出现，建议尽快去医院检查。可能有人会说，这些症状单独看都像小毛病，怎么确定是肾脏的问题？这里要跟大家强调，肾脏的代偿能力很强，只要有1半的功能正常，就能维持身体的基本运转。所以早期肾病往往没有特异性症状，而这些和喝水相关的异常，就是肾脏最直接的自救方式。它不会喊疼，不会闹，只会通过喝水排尿的细节悄悄传递信号。喝得多却不解渴，尿得少还浮肿，尿液有异味，泡沫不消散，这些都是肾脏在用水说话，提醒你该关注它的健康了。现在很多人觉得肾病是老年病、慢性病，离自己很远，但临床数据显示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现了肾疲劳，甚至早期肾病。熬夜、滥用止痛药、顿顿高盐饮食、暴饮暴食、乱吃健身补剂、长期压力过大，这些不良生活习惯就像往肾脏这个精密滤网里倒沙子，日积月累，早晚会把滤网堵住。肾病从来不是突然找上门的，而是每天的一点坏习惯，慢慢消耗着肾脏的功能。如果发现自己喝水时出现了上述异常，不用惊慌失措，更别上网搜症状、自我诊断、自行用药。临床上判断肾功能，靠的是血肌酐、尿蛋白、尿比重、电解质等一系列专业指标，不是单靠身体的感受就能下定论的。但身体的感受永远是最早的健康提示，别忽视这些信号，别让肾脏在身体里默默抗议，更别等它彻底罢工才想起要保护它。这里也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些异常信号的风险等级，方便大家初步判断。一、喝水就尿频、夜尿多，大概率是肾脏浓缩功能变差，肾小管锁水能力下降，属于相对早期的信号。喝再多还口渴，可能是抗利尿激素通路异常，身体无法正常接收锁水信号，提示肾小管功能受损。喝水不少但排尿少，身体浮肿，要警惕肾小球滤过率下降，肾脏排水通道堵塞，情况比前2种更严重。尿液泡沫多，味道怪，可能是肾脏滤膜受损，蛋白质等营养物质漏出，是肾功能受损的重要信号。喝水后头晕、乏力、心跳快，可能是水钠代谢紊乱、电解质失衡。
说明肾脏调节功能已经严重失调，需要立刻就医。最后要跟大家说的是，同样是喝水，有人是在养生，有人却是在透支肾脏，关键区别就在于你的肾脏是否还能正常扛住。真正的肾脏养护从来不是靠多喝几杯水就能解决的，更重要的是顺应身体的节奏，让身体学会合理用水。水的摄入与排出从来不是越多越好，而是一门关乎肾脏健康的水利工程。今天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希望大家能从这些内容里学到实用的健康知识，也能多关注自己身体的细微变化。需要强调的是，本视频内容仅为健康参考，不能替代专业的医疗诊断建议或治疗方案。如果有健康问题，请务必咨询你的医生或专业医疗人员。我是隋兆清，咱们下次再见。